大家好，這篇影評標題為亞龍遲來7年的港片回歸，值得一看嗎？在入場前，確實有點兒擔心，唯恐這部最新的港產片亞龍又會是另一部近年流行的社會議題電影。然而，觀影後卻發現，本片整體散發出一股久違的港產動作片之味道，幾場打鬥場面處理得頗為不俗。大抵是由於本片未有申請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，少了製作上的限制，導演得以更自由地發揮創意，呈現出更純粹的動作片風格來。也未可知，故事主線與2017年由古天樂主演的《殺破狼貪狼》有幾分相似，兩者都講述了一位深愛女兒的父親，因女兒在泰國失蹤而隻身獨闖龍潭，翻天覆地尋找愛女的過程。然而，與《殺破狼貪狼》聚焦於尋人過程中的驚險事件不同，亞龍將大量筆墨放在男主角鄭中基式的內心世界，描寫其因自責、愧疚而走向自我毀滅的心路歷程。這並非傳統的救贖故事，而是通過主角的掙扎與沉淪，展現沉溺的情感張力。只是有趣的是，初看電影時，對飾演鄭中基女兒的小演員傅信瑩感到似曾相識，仿佛曾在2015年的《5個小孩的校長》中見過，但其年紀樣貌卻又相差不大。及後查閱資料，才得知亞龍早在2018年便已拍攝完成，恍然大悟這份熟悉感的由來，也解釋了其與《殺破狼貪狼》在情節上的相似之處。然而，影片遲至2025年才能上映。相信除了受疫情影響之外，男主角鄭中基的私人問題可能也導致製作進程受阻，甚至影響到劇本的連貫性和部分情節之交代。例如，劇中鄭中基通過犧牲他人來要挾一名泰國警察提供線索，但這個警察似乎長期幹着類似的壞事，平日行事更是肆無忌憚，難以相信他會輕易屈服於威脅。此外，這類重要檔案是否一個普通華籍泰國警察所能接觸到的，也令人存疑。另一處令人困惑的情節是鄭中基在獄中結識的囚犯姜浩文式，兩人僅止泛泛之交，而鄭中基經歷一場激烈打鬥而揚名立萬，再被單獨監禁。於釋放後，姜浩文竟突然成了其忠實盟友，為他提供大量的情報和協助。這轉變略顯突兀，仿佛編劇為了推進劇情而移船就冚之舉。更令人費解的是，劇中某角色服刑超過3年，其妻子卻在最後探監時突然福大便變，這一情節邏輯上也顯得牽強，令人不禁疑問嬰兒父親究竟是誰，卻未作充分交代。演員表現方面，自導自演的鄭中基，他與胡耀輝共同執導本片，展現了超水準的演技，情感爆發力十足。他為角色苦練體型，後期身形幾乎是片初的2倍，堪比張家輝在《激戰》中的驚人付出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周秀娜飾演的癡情妻子同樣出彩，她深知丈夫內心的糾結，選擇默默包容，只是害怕這個沉默卻火爆的男人有一天會離己而去。然而，令人疑惑的是，兩人經過2年來的朝夕相處，妻子竟對丈夫女兒的事從不過問，這或許是編劇純粹為了營造於結局時三人命運交織的巧合，而刻意淡化某些細節的交代，整體略顯牽強。總體而言，亞龍以其濃厚的港產動作片風格和深刻的情感描寫，喚起觀眾對港產動作片的回憶。雖然劇本在某些環節略有瑕疵，但演員的精彩表現和導演的用心呈現，仍使本片值得一看。電影評分7.5分，最高為10分。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收聽或者收看 The Movie Blog 的影評。最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，請在 YouTube 上訂閱、點讚、給予正評，謝謝。